哦，干嘛？哦，啊，你若着紧清净，我就自然就这样点点出来啊。啊，着紧啊无清净的，点点袂出来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讲，地地地主福寿祈母，福寿祈母就讲哦，将这个粪土或是粪地收好啦。以咱道中来讲，叫诚心保守，保守咱的啥？就是粪地啦，保守好哦，但是佮讲这个功夫啦绝世不殆，绝世就讲一生一世啦。咱要做的一项工作，这个工作上介重要。无你啊看，过前日咱咧收啥？收脾气、收毛病，无毋对，这拢爱收。毋过咧，就讲一生一世就是啥？咱来学这个功夫，就做讲的，世人外面着相，内面着空，欲灵有相理想，有空离空，即是对话不白。欲无处法，一念心归心灵，开佛智见，各位姐姐，咱就是要找这叫做佛之智见。所以咧，开佛智见，咱这拢叫做众生智见。咱得爱学啥会啥开佛智见。开佛智见就讲你目睭看的，嘛是上佛在看共款。你在听的嘛是上佛在听，你在讲的经嘛是上佛在讲的经共款。各位姐姐，你叫开佛智见。知影要咱开佛智见，即句叫做啥？会当有相离相，有空离空。有相离相是讲煞一切所有拢是假相。包括咱即个肉体嘛是假。你有看到迄个相，毋过袂叫拔掉咧，袂叫执着咧，而且爱叫有相离相。空咧，空嘛是共款啊。有人会晓想到讲一切拢假啦。来啊，空去啊，空啊，人生嗰个啥来啊，空去啊，空一切拢空啦。想一空嘛袂使，因为咱心一空必观空。敢会啊？所以空嘛是爱安那有空离空，所以空慢慢去执着，相慢慢去执着。